知道了，对了。是个骗人不对呀！这是啥？是完整的吗？这是啥？是完整的吗？最完整的吗？你看嘛，你看，这样骗人对吗？骗人呢，他叫做什么？我这明明看到的，他叫骗人对不对？啊？这样骗人骗多少人了？他这样骗人，我看。